今天就讲到这，大家毕业吧！大家毕业吧！好家伙，刚开学就原地毕业啊！嘴巴看黑板，眼睛都给我闭上了！眼睛都给我闭上了！老师闭上了，还怎么学习呀？小葵，你去帮我把办公室的讲台搬到作业上。办公室的讲台搬到作业上。不是老师，这讲台我搬不动啊！大家不要安静！大家不要安静！好嘞，老师保证吵得鸡飞狗跳。班主任，今天是吃错什么药了吗？一直嘴瓢。塔塔塔，你再笑我就给你滚出去！滚出去！